Hd嘞！找到个中国人机，可扛着。아니 대부분아니 나트 너무 유수는 요인. 근데 다른 사람 하죠 가죠. 근데 정말라 아니게 레지 분다스지 로요지 정말라 뭐지? 나 정말라 가스지 너로 있지나래. 과정체. 이제.酒子，一起拢去高岭的沙洲，从巴黎去高瓦，流进来的地方是首都里，努拉最为马的却神奇他被动啦，是最里莫给了杂志，罗巴马诺，但一旁外心情梦定。浪累积，浪的我的走，从巴黎去高瓦，人家来的地方看见美景，弄那都为我买球，呀就是希望啊，那边没多谁有，没多谁有。日子本大，可你吃了，你我碰的，手边等着龙的。我听说啊，人们都说每一次不一样的不同的歌手来到我们玉树这个地方扎多，然后都说玉树扎多的所有的老百姓非常的热情。当然，吐蕃兄弟虽然不是大家不是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歌手，但是也一直在坚持，也一直希望通过我们两个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方式，能够让大家认可。那么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我感觉
没有那么，就像其他歌手说的一样的那么的热情，是不是？不是。哈哈，真的是非常感谢啊！然后再接下来还有一首《新家园》，也是写给玉树的，地震以后能够重建新家园，就这么一首歌，献给现场的所有的朋友，真诚的献给你们，好不好？高振谦。一起嗨一下，好不好？高振谦。顺的。准备好，来，我们的单手挥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，高振谦。弟兄弟兄还有你，弟兄弟兄还有你，世界靠啊靠啊我兄哦，靠稳他们是的，靠稳他们是的，一来捉起总送我，想起的人，跑没极限。真人撒般那里最后呀，来比赛，因为啥也啥也等啊，因为啥也啥也等啊，谁知谁落雨说哦，真就谁落雨女，真就谁落雨女，反正人给谁说。我想我，可有送给战队，可有送给战队，谁把告诉我，休息一阵就，弄黑一点的，现在没有迷惘的人比了要累。现在梦里面比了要累，那座攀岩撒把那里最狠呀。现在梦里面比了要累，现在梦里面比了要累，那座攀